因为这庙会大拜拜登楼的时阵，拢会看到这捏面红啊，这的传统技艺。不过这项技艺是愈来愈罕得看到啊。这嘉义县的德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特别邀请到这捏面红的师傅来举办展览，要让大家来看这传统结合着流行的面红啊，也透过着这个展览来认识到这项传统技艺。一身一身大细拢无共的红仔，有传统的题材，嘛有网架的造型，甚至有的佫亲像布袋戏会当摕来人，这拢是手工捏出来的面红仔。来参观的民众讲，甲较早的面红仔拢无共，感觉真新鲜。我即摆有要捏，教人捏红仔头，红仔头做好了，咱会使去找衫，吼来甲穿去了，咱会使画咱家己喜的颜色。好人看到是安尼活灵活现，尤其在他的眼神方面，他表现的跟其他的捏面人老师真的是不一样的地方。老师表示，传统的物件需要创新，才有法度吸引民众来认捌，带动传承的机会。嘉义县德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讲，举办这个展览，嘛是希望让少年朋友会当来认捌这项传统的技艺。80年代以后，咱这个塑胶玩具的普及，搁进入2000年之后，我们这个数位及3C 游戏的这个普及，变做讲咱这个传统技艺面临着失传的这个危机。囡仔若有喜意来，我都教。我拢教囡仔喜意念的物件，小朋友伊喜学，愿意学，原则来教。安尼我相信，阮捏面人捏面红仔这个行业，我都慢慢啊传落去，较袂互伊失传去安尼。加强80件的作品，每一件拢有真侪优柔的细节。老师讲，以前的材料较软，佫会生菇，若一寡动作做袂出来，佫扛袂久，所以伊毋若题材创新，材料嘛做改变，要有传统的捏面红仔，找到佫较侪传承的艺术价值。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